如果當大家踢緊波嗰陣時，試諗下你嘅對手係女仔，仲要係尹津熙咁樣着法，你話點頂得順呢？除咗望落去你件巴西球衣非常少布之外，我仲發現你入邊嘅唔知係泳衣定係內衣嚟嘅呢？咪係內衣嚟嘅入面。係咪你自己個牌子㗎？都唔係自己牌子，但係我會賣咯。係啊，都算係賣。咁但係本身都有自己嘅品牌嘅啲內衣。今日換2套衫，2套都幾性感，呢套好似泳衣咁樣。係啊，呢件好似泳衣啊。其實我覺得咧，好似打排球嗰啲排球褲啊，你唔覺咩？係啊，都幾怕醜啊，着完都。而作為男仔嘅我呢，就覺得你個身形都算 keep 得唔錯噶啦，再加上你話之前先瘦身成功，減到成17磅，咁啊雖然我 OK 啊，咁唔知你個男朋友陳偉成仲有冇對你好挑剔咁呢？佢其實着重想你大啲啊？firm 啲咯，佢中意係咯，佢嫌太腍咯可能。